这个蛋饼既然可以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主食，又可以当成点心，只要内馅多做一些变化，也可以做成轻食料理，很适合我们手里。不是老师很棒而已，老师说厨娘也好厉害哦，居然会这个品相这么棒，真的，一看说哇，真的是开了好几个，没想到你就选了这个，真的是丢州哎，真的。丢州听得懂吗？对，这一组一定会对大家会，而且成名的。你就是说讲到了那个家庭主妇跟一些 OL 的那个心声，因为他们这个是很实用，那又很好，就是上手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简单，可是你会常常去煮它，去用，就像我们买东西嘛，你常常用它，你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蛋饼那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中筋面粉那因为中筋面粉它的蛋白质的筋性它比较适中你用高筋的可能它又筋性又太强。我们做蛋饼皮，那为什么要烫面？烫面的意思就是说用热水来和这个面那用这个热水来和这个面的主要原因就是说，让我们这个面它可以外酥内软，然后又有 Q 度。对，那你如果说要吃水饺做面条，那你当然是要用冷水和面，然后它那个面条吃起来它才会弹牙，才会 Q 弹，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做这个烫面是蛋饼皮啊、葱油饼啊，都是要用这种烫面来夹啊，什么烙饼啊，这种都是用烫面。那像300公克的这个面粉，那70%是不是就是210 cc？那你大概就是水200到210都是 OK。好，那你知道了水量了之后210 cc， 那你要用多少来做这个烫面，多少用冷水？那很简单，就用3-7比。用3-7比。3-7比就是说用7成的热水，3成的冷水。今天的水是用200 cc 好了，那7成的热水就是7214，就是140 cc 的热水，然后60 cc 的冷水，就这么简单，很清楚哈，很清楚。连我这个数学不好的人，我都听得超清楚的。那还有一个更简易的方法，那你就是统筹，就是用210 cc 的水，你用温度65度 C 的水，热水来和面就 OK 了。就是所谓的汤种对好，那我们这里有300公克好，那这样子这边来。我们这个一个量杯是240 cc 那我们就来倒我这边水已经煮好了大概是我们今天用200用210我这都称得刚刚好 ，OK 刚刚好。那你如果说我今天210 cc 的水，我全部都是要用热水的话，那我们就要记住要给它降温，降到差不多65度 C。这样子所谓的外面的说汤种65度，对，但是你不能说210 cc 的这个水分一煮开就直接来给它和面，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全部都用热水来和面的话，我们把那个面筋都烫死了，我们到时候烙出来的这个饼会太硬，口感也不好。好，那如果完全用冷水也是太硬，也是不好吃。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最简易的方法，就是200 cc 的水，你给它降温到65度 C 大概把它和一和如果你有温度计的话可以来测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加个半茶匙的这个盐巴，然后我们加到水里面这样子把它和在一起然后就把它倒下来，然后用这个筷子这样来和面，这样子就一边倒水，对，然后把这个面团烫面像雪花片状这样子这样子。其实在家里和面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它可以变化出很多的料理然后对妈妈们来讲真的是不用花很多时间精神在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它有一点这个饼皮比较软的时候，我们加点油大概一大匙左右就行了香油也可以，橄榄油、沙拉油都 OK 今天做的这个饼皮其实不是只适用在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这个蛋饼你可以呢不用怕说，哎呀，我这个还要再冰箱啦对，然后没有人吃啦，然后就自己妈妈很可怜，坐在那个厨房那边就在那边啃那个饼皮那我们这个面团揉好了之后我大概都不习惯把它松弛到1个小时，因为你时间久一点的话，它比较好擀开好，然后就把它放着，让它好休息这样我今天大概把它弄成大概差不多4片那你可以5片6片都可以这样子。松弛好的面团的话，就不要再揉了，因为你再揉的话，它又要松弛一次我们来抹一点油好了，怕它到时候会那个粘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台上面呢，再抹一点这个油对，
其实我相信这个动作呢，观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哦。常常我们去这个葱油饼店啦，或者是葱抓饼店啊，你就会常常看到他们把这个面皮呢从塑料袋里面拿出来，然后就摊在那个台子上面哦，在那边现擀哦。其实这种现擀再去煎出来的这个饼呢，特别的香哦。老师，你再把这个皮子擀成这样的时候，我很想把葱加进去。对，其实你刚刚在和面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加一点葱花一起和到里面去，都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在等温度上来，我们再来擀另外一块哈。老师真的是快手厨娘哦！我常常就跟朋友在那边开玩笑，我说会煮哦，不叫第一名，你要动作要快。你煮的那么好吃，可是你的动作那么慢呢，家里人都已经饿昏在旁边了哦。所以说这个快手快脚啊也很重要哦。好了哈，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其实锅子里面没有很多的油，一点点不需要。然后我们就把它好这样子拉哈。好。哦，你看我们松弛的时间够的话，你看它非常好，容易擀开。啊，我已经开始闻到那个面香了哦。对，麦的那个香味出来了。而且老师这里面什么调味料都没有，这刚只放了一点点的盐巴而已啊。然后我们再给它放过来哈，你看哈，这样子哈，有一点这样恰恰哈。其实好像这样子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哦，因为我们烫面的哦，所以你看它就会呈透明状。其实这样子这个已经好了哈。好，那我们就把它放这边，先放这边，等一下再来，然后我们再绕第二块哈。好，我把它翻过来哈。在等这个时间的时候哈，我们来做我们的这个哈，来最简单的哈，我们就好最简单的那个蛋饼，老师要跟我 PK 哦。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的那个鱼式蛋饼哦，对，是热门排行第1名。老师现在来跟我 PK 了。然后就是一点葱花哈，然后就一点盐花哈，撒一点盐，这样子就好了。好，其实我最喜欢打蛋了。好，这样。这个蛋饼我们也不要擀得太薄，我觉得要有一点口感，比较嚼劲，感觉比较好一点。你看差不多了哈，那这样饼烙好，我们就放这边哈，这样子等一下直接把它弄过来就好了，一点点油，然后就是这些加葱花下去，然后你看把它和开，好，然后你看哈这样子，然后很简单，这一块给它盖上来，就这样子，好。老师，你这个架势好像真的人家那个早餐店哦，早餐店哈，你这去开早餐店，整条街的早餐店都倒店了。那其实一般的早餐哦，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哈。那因为我们今天让它更丰富的话哈，你看哦，我们就怎样，你知道吗？我们来加上一个 cheese。你这时候可以加 cheese， 可以加玉米，可以加肉松，这样子，你喜欢的东西都加在里面。我们加2片好了，而且你这样子热着，用这个余温哈，这样它会有那个爆浆的那种感觉。好，那你看我们这样就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剪过来，这样子，好，这样过来，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哈。那我们哈来做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9层塔的超好吃的哈。来，我们再加一个蛋哈，然后一样有一点葱花哈，这样子哈，然后再一点盐花，这样子哈，好，那一样再给你打点油。我们现在做9层塔的，很香的哦，好，然后这样子哈，很简单，然后很简单，这一块给它盖上来，就这样子，好。然后这个9层塔哈，我们就是只要这个叶子就好了，我们这个梗就不要了哈。很香哎，我特喜欢吃像那个葱油饼哈，我觉得9层塔的味道哈不会输那个哈。你看这样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你看它这样有一点这样焦焦的，那我们要卷起来，这样很简单，铺上去，这样子很香，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其实台湾的9层塔的味道跟国外的这个巴西里的味道，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台湾的这个9层塔的味道特别台味。那你看哦，这样子，那其实哦，我们切起司它才会有这种爆浆的感觉。对。有没有？你看。好，这个最有戏剧效果了哈。对，就是很烫，对，很烫啊，对，不然我现在早就一口就下去了。早餐cheese蛋饼的食材：饼皮材料中筋面粉300克，65度C热水200 CC， 鸡蛋2个，盐巴适量，麻油适量，cheese片2片，葱花适量，9层塔适量。早餐cheese蛋饼的做法：
面粉量70%的热水，加点盐巴拌匀，均匀冲入面粉中烫面，用筷子搅成碎片状，稍冷后揉至光滑柔软，盖上保鲜膜，醒60分钟。面团取出，切成4等份，擀成大饼状。锅中放一点点油，煸煎至两面金黄起泡，再取出备用。蛋汁加入葱花、盐巴，打散入油锅煎，再铺上蛋饼皮煎至熟，加入2片cheese，卷起即可盛盘。另1颗蛋加入葱花、盐巴，打散入油锅煎，放入蛋饼皮煎至熟，加入9层塔，卷起即可。